炎热的夏季到来，不少人都有毛孔粗大、皮肤敏感又泛红的状况。小心，这些都代表肌肤正迈入初老的现象。对抗岁月，就该对症下药，从根本开始预防。年龄增长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肌肤迈向初老，用看的就能看出来。细纹松弛是已经老化的象征，但初老症状可是会从敏感、泛红，甚至是毛孔粗大的现象开始。别再乱擦一般的抗老产品，预防肌肤老化，就从改善肌肤的根本问题开始。请问平常有发现自己的肌肤出现哪些问题吗？目前的话，就是因为夏天嘛，所以就是皮肤有点暗沉，然后出油跟毛孔有点粗大。不少爱美的女性夏日最常遇见的肌肤 NG 状态，包括天气热容易长痘痘、大太阳下浮粉，还有脸部缺水干燥。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Forever Flawless 将天然钻石粉末以高科技奈米技术处理，融合高级植物精粹、生态等多种精华成分，为爱美的你对抗各种肌肤问题。这个是我们钛金复合面膜，那它里面有钻石粉末跟钛金的成分。钻石粉末呢，它就是一个很强的奈米科技分子，它可以把里面所有的养分有效的运送到肌肤最底层，所以我们家的东西都是1个礼拜以上用一次就好了，不是每天擦的保养品。脸部的话，我们有很多个系列，我们有粉钻的话针对你的胶原蛋白，年轻人；那蓝钻的话是针对眼睛，那我们还有其他的 Perfection 系列，跟这一个它都是主打一个 All in One 的效果。除了柜上有专业的美容指导 ，VIP 会员还可享有脸部、手部保养服务。透过专业人员的解说，为消费者打造精品专柜等级的护肤商品以及咨询服务。我们家的话主要是反柜的客人居多，因为呢都会来柜上回来做脸、做沙龙式。我们家也有 VIP 室可以让客人护肤。在柜上的话，我们可以体验像是身体的服务，然后还有脸部，那我们都会有专人的小姐帮你做全方位的解答。想体验名媛们最喜爱的保养品牌吗？现在就到全台 Forever Flawless 的柜点，免费体验钻石奢华保养的感觉。爱美的你还在等什么？趁着百货档期即将来临，宠爱自己，也给自己一个焕然一新的机会吧！